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这时，请咱齐立心，三角来敬拜上帝。万国啊，恁着阿罗耶和华；万百姓啊，恁着称呼伊，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。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咧，恁着阿罗耶和华。咱三角来吟诗信诗第24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全能大主宰。咱着唱歌，齐声阿罗上主尊名。
圣哉圣哉圣哉，掌理天地甲海，阿罗上帝至尊至权主宰，请咱起立来吟。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伫圣诗的头前第13页，显着咱三甲来齐声来读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。伫本场彼拉多面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担坐全能的地上帝的大边。伊会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三甲来交托上帝的话，今日要交托的是启应文第六。启应文第六也就是诗篇的第16篇。咱显着了三甲来启应。伫一个圣诗后壁1005页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。我捌对上主讲，你是我的主。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。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。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。去过别个生命的人，一定加添痛苦。我毋参与因的献祭。人人欠债别人的心情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福杯。你告诉我天地的地名。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。我伫个产业实在真好。我要称赞甲是我的上主。你是我的心指点我。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。你我正言我袂同流。所以我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。我的肉体嘛安然自在。
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。若为你忠诚的子民，就去亲的，你的指示我一生的道路。伫你的面前，我有满满的欢喜。伫你下面，我有永远的快乐。下面，咱三个来压头，三个来祈祷。慈悲怜悯疼痛的主上帝，今仔日是旧历年最后一个礼拜，阮真感谢主过去一年的看顾甲保守。上主，你是我多闪的所在，也是我困难，也是阮患难时及时的帮赞。阮迄早有无够夜，也是歹所行的，求主来赦免我。伫这新的一年，阮要袂记你背后，努力来向前迈进。阮要甲你亲近，阮要拨时间来读经、灵修，互阮的心灵会当得到饱足，为主做工。伫新的一年，无论是好歹，阮拢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主赐阮智慧，互阮一切所做的拢会当合着你的旨意来行。阮有存着一颗敬畏上主甲疼人的心，阮也为着西湖教会的兄姐，同心一致为咱教会的事工，无始终一同工，求主坚固灵业加添济济，也着为着台湾的政治甲社会的混乱，以及最近足侪地动，求主看顾，也为着今仔日袂通来到教会的兄姐，求恁甲因同在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下面献诗，咱今仔日是会众一起献诗，咱今仔日要献的是第78首。78首，耶稣耶稣用疼充满我，请咱起立来吟。下面咱要来恭守上帝的话，伊就是新约马太福音第16章第13节到20节。好学本是23页，汉语本是20页，现在中文版是28页。现着我来读。
耶稣已经到该撒利亚阿腓立比的境界，问伊的学生讲：人得讲恁主是一罪？因讲，有的讲是惊洗礼的约翰，有的讲是以利亚，搁有的讲是耶利比，也是先知人的一个。伊就甲因讲：若是恁讲我是一罪，第16节，西门彼得应讲：你是基督，真活上帝的囝。耶稣应伊讲：西门巴约纳，你有福气啊！因为迄去肉体的无指示你，就是我伫天里的爸指示你。第18节，我甲你讲，你就是彼得，伫即个石磐顶，我要起造我的教会，阴府的关隘也袂赢伊。我要用天国的锁匙互你，既然你伫地里绑的，伫天里也要绑伊；既然你伫地里绑的，伫天里也要绑伊。第20节，即时就境界学生，无得甲人讲伊是基督。咱恁今仔日上帝通过牧师要传互咱的信息是：伊是罪，请牧师。各位学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是旧历年前的最后一个主日，所以咱中间有一寡兄弟，有出外的行程，无伫咱中间，所以咱特别伫今仔日咱组织做伙敬拜上帝的常时，咱也伫咱心中爱为着因代祷，互咱出外的兄弟会当出入平安，也会当伫故乡甲亲人做伙的过程中间，也享受着上帝所赏赐咱家庭的美好、家庭的温暖。咱伫今仔日圣经信息的大声，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主上帝，愿用感恩的心做伙组织来敬拜你，因为你的圣名是遮尔美好。你的气力是遮尔大，你引带阮安然经过一冬，愿用欢喜的心陪伴旧历年的过程中间，愿也恳求上帝你的圣神，甲阮时刻同在，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哪来哪进步，互阮会当对伫主你的圣神，阮会当学习主你的道理。也通过今仔日圣经信息的分享，互阮不管是讲的也是听的，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，得到造就。愿将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时间，交托互主你的圣神亲自来引带。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咱伫2025年的1月份。咱前3个主日礼拜中间，咱探讨的就是人生上重要的问题。第一就是你伫倒位，你伫倒落；第二，你做了甚物；第三，就是你的兄弟伫倒位，你的姊妹伫倒位，也是你的厝边伫倒位。咱透过遮个人生的大问题，咱是要反省咱所行过的路，检视行伫上帝呼召咱基督徒所行的人生道路，咱做反省。另外，咱看向咱头前的路站，咱需要探讨的就是反省的就是，咱敢有啥物代志？需要咱调整咱的脚步，互咱的生活拢下伫上帝所呼召咱，做一个门徒，做一个上帝的子民。今日伫咱主日礼拜中间，咱做伙是要探讨第4个人生的大问题。
这也是耶稣准备要入去耶路撒冷进前，伫该撒利亚腓立比问门徒的即个问题。耶稣问门徒讲：“恁讲我是一水？”咱要探讨即个问题。伊是啥？伊是啥？即个伊是上帝的伊。落去下这该撒利亚腓立比到底伫倒位？其实该撒利亚腓立比是巴勒斯坦即个地区，就是犹太地距离耶路撒冷上北边的一个商业大城。即个商业大城内底，即就亲像咱台北市共款。咱三步五步，就有一间教会，就有一间公庙。有时阵公寓内底三楼一看，这是啥物人不教的念经的即个因的所在。其实咱若出外伫台北市踅踅就知影，即款大都市宗教组织到处拢是，不只是教会哦，教会已经真多啊。但是你若有时阵去大楼办事，去大楼，你看迄个大楼的迄个每一楼的办公室，真多就是迄款人迄个佛教啦、道教的迄个组织啊，伫遐有时阵因伫遐讲经啦，也是伫遐有啥物册房啦，也是卖迄个宗教文物。迄款别款宗教因的宗教文物的所在，太济啊！共款，该撒利亚腓立比也是即款所在，商业大都市，有真多宗教场所，拢伫遐。除了犹太教的会堂，阁有真多当地迦南巴勒宗教、埃及的宗教。希腊的宗教、罗马的宗教，会当讲伫迄个所在，门徒、耶稣的门徒，拢会当接触到真多其他的宗教，也会当接触到真多其他宗教的信徒。搁来加上即马，耶稣对伫该撒利亚腓立比是要去倒位？是要向南？到伫耶路撒冷，到伫耶路撒冷，上帝的计划是啥物？是圣囝耶稣要行向十字架，最后一战会当安尼讲，用即摆的话就是最后一战。所以伫即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即个所在，耶稣甲伊的门徒。做一个期中考，即个期中考就是问因即个问题：恁讲我是一水？我是谁？耶稣问我是谁？这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即马这考古所学到的古代的城市。但是耶稣的期中考，耶稣互门徒的期中考，毋是遐尔简单。大先耶稣问门徒是啥物？人讲人子是一水，人子就是耶稣讲家己啦。人子的意思就是啥物？就是甲咱共款，爸母所生的，这叫人子啦。这是耶稣家己讲伊家己。人讲人子是一水，人讲，所以咧，门徒当然就顺着即个问题，甲耶稣讲一般的人对耶稣的身份的预测，一般的人怎样来要讲耶稣的身份？所以咧，有人讲。耶稣就是行洗的约翰，
迄个互王已经斩头处死的迄个惊死的约翰，有人讲是先知的其中一个，无论是以利亚、耶利米，也是先知的其中一个，这拢是一般的人用药的，也是听讲。这表示啥物？一般的人，尤其是犹太人，一般的犹太人无办法发觉到耶稣就是因原本期待久久的弥赛亚。啥物是弥赛亚？弥赛亚是对希伯来文来的受抹油的。受抹油是啥物意思？就是上帝所设的。因期待犹太人原本期待的弥赛亚，即个受抹油的，就是上帝所设的，要来拯救犹太人，拯救伊的百姓的即个领袖，带因得到拯救，互因得到自由，互因得到讨办。不过，耶稣出世开始，就毋是犹太人原本所想象的安尼。一个上帝设立的领袖，一出世应该是安怎？哇，金碧辉煌，然后咧举世欢腾，大家起立鼓掌。因想的是安尼，因未想到讲，即个比赛啊出世伫即个卑微的马条内底，因未当想象即个比赛啊。出世伫一个目睭的普通家庭内底，应该嘛是爱名门世家，也是政治家族，官二代、官三代、官四代，应该是爱安尼。这个未出2000年的时阵，有差不多一半的台湾人，真袂当这个选举了，总统选举了后，因想啥物？这个讲话安尼，台湾国语有那么严重吗？这款人竟然选调做总统，结果因了心中就真不平，到即仔。同款的道理，犹太人真侪犹太人，因本来想象的弥赛亚是啥物形，但是真正耶稣出世，真正耶稣所做的，因所想象的弥赛亚应该是军事领袖。然后出来一话，百姓就开始提武器来反抗，毋是伫遐教讲上帝会听，上帝会国，甲地上的国无共款。当然，犹太人听到后来会起受气嘛，因想象就是爱真强，然后咧爱画真侪口号。这款失望。一直喺发生，伫咱现代基督徒的中间，敢有发生？嘛有咧。想想讲基督教会的领袖就是安怎画真侪口号，然后计划一大堆，讲有做无做袂要紧，计划一大堆。这伫即马的教会界嘛陷落伫当时犹太人的错误共款。因想讲弥赛亚哪有可能卑微出身，然后咧带12个门徒伫遐四过伫遐宣讲，伫遐教讲上帝会听，上帝听世间人，上帝国亲像啥物挂菜子。犹太人想讲上帝国应该是安怎？起来革命啊，对无？起来拍倒外来政权啊。罗马帝国啊，因为耶稣甲犹太人原本照家己意思所期待的差别太大啦，所以因上加讲耶稣是惊死的约翰，上加讲这是先知的其中一个，无啥物特别。所以听过门徒讲一寡一般人所
传的耶稣是一罪了后，这就是考试的重点。耶稣问门徒：安尼恁讲我是一罪？耶稣安尼问。西门彼得，即个耶稣的大弟子，大弟子啊，伊勇敢第一个回答，讲：你是基督，是永远我上帝的囝。留意下这，弥赛亚是希伯来文，就是受抹油的意思。然后伫希腊文内底，就是基督。所以西门彼得安尼回答，甲耶稣回答讲：你就是基督，就是承认讲。西门彼得是犹太人，讲阮犹太人所期待几若百冬伫遐期待的即个弥赛亚，就是耶稣你，并且伊知影耶稣是上帝天父上帝独生圣囝，道成肉体来到世间。所以这若照着耶稣伫听到西门彼得的回答了后，咱考试有时阵会有评语，继续努力，然后呢有进步，咱考试也是写作文，作文的考试后壁老师都会写，文字通顺，标点符号正确。同款耶稣的评语是啥物？讲若毋是圣神，若毋是出对天父上帝，无可能通讲出即款的个别。这是圣神，互彼得会当安尼回答耶稣就是犹太人所期待久久的拯救者。留意下这互咱想到，咱每一个主日礼拜、主日的早起，咱做伙伫遐信仰个别，有时阵伫礼拜中间个别使徒圣经，有时阵是尼西亚圣经，有时阵咱会用啥物新的界面。有时阵会用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，这拢是咱做伙个别咱的信仰。即个个别信仰个别，即个个别信仰是非常特殊的。西门彼得个别，耶稣就是基督，耶稣就是犹太人期待久久的弥赛亚。这甲当时一般的人对耶稣身份会伫遐的预测、传言、听讲，上大的差别是啥物？彼得个别耶稣是基督，是对着伊家己决志军队耶稣的行动。彼得个别耶稣是基督，也是对着伊的行动，照着主耶稣基督的诫命来行，顺坦上帝的旨意来行，甚至彼得安怎？彼得个别伊的信仰，个别耶稣就是基督。最后到伫伊献出家己的性命，这甲一般的人伫遐流传啦，伫遐摇啦，真无共款。一般的人伫遐流传耶稣是啥人？耶稣是啥人？却毋免付出啥物，嘛毋免改变啥物，流传听讲。流传听讲，这无代表咱家己会改变啥物，付出啥物。这也是即马社会真大的问题。谣言、白贼话讲10遍，
99%的人就会相信。这就是即马网络时代引起社会真侪扰乱的一个原因，因为透过网络错误的信息流传，大家又转发，结果咧，假的变成真的，甚至互歹人会当操作即款的谣言，达成家己的目的，无好的目的。这互咱思考着，基督徒的信仰个别是爱付出代价。一般的人伫遐流传，伫遐传谣言，毋免付出啥物，也毋免改变啥物。迄若安尼来想，是一款无负责任。所以，咱爱反省，咱活伫即马现代，活伫即个世界代的基督徒，敢有可能也变做亲像当时的犹太人，是传说、听讲耶稣是一罪，但是咧，听还听，讲还讲，却无决志的行动，甲性命的改变。所以咱也爱真细腻，大家拢平平参加礼拜聚会，平平拢做伙吟诗，平平做伙祈祷、读经。咱若无付出决心，若无互生命更新，若无有信仰的行动，安尼这一切拢是空空。若无个别，耶稣是基督，是咱生命的救主，是咱的主宰，也无有决心来照着耶稣的脚步来行，安尼。咱怎样会当真正得到信仰实践的动力？所以，咱要怎样用咱所讲所行来回应上帝是一罪，回应伊是一罪？其实，这会当改变，会当决定咱的生活方式，咱的生活的态度。咱怎样用咱所讲所行的行动来回应上帝是一罪，伊是一罪。所以，咱基督徒的信仰个别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代志。所以，接近40多年前，这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，这个总会，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要写的过程中间，其实也有真多的争战，真多的争战。人讲恁咧讨论这，敢是要变啥物歹事？哦，咱可能有兄弟，迄当阵已经有伫教会内底。迄行走，咱知影迄当阵一个信仰个别要形成的过程中间，会互人，会互相关的单位，迄当阵戒严时代的相关的单位伫遐起紧张。为虾米？因为咱毋是基督徒的人，拢知影咱基督徒的信仰个别，这是带着咱信仰的行动。带着咱态度的改变，即款的改变会当改变整个社会，就亲像咱每一个主日，咱做伙信仰个别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，我信耶稣基督，我信圣神。咱安尼毋是亲像
即个念经共款念过就准煞，毋是，这是爱咱每一字，咱拢深刻有迄个感受。就算讲咱即马一时做袂到，但是咱每一个礼拜、主日做伙来反省咱家己，来对即个信仰个别中间，也产生咱信心的动力。咱每一遍提醒咱家己，咱也是尝试鼓励咱家己。咱信的即个上帝是真实，咱信的上帝是甲咱做伙伫地，咱信的上帝是会改变咱家己，也改变咱所住的所在，改变即个世界。所以，咱对伫西门彼得，伊的信仰个别，伊伫耶稣的面前个别讲：“你是基督，永活上帝的囝。”短短的一句话，伊的改变，伊的决心，伊的行动是啥物？伊为着宣导伫罗马皇帝尼禄王的任内伫遐宣教。甚至伊这短短一句话，伊甲耶稣共款，顶十字架来处死，来受死。这叫做信用个别。当然，咱莫想啊遐尼悲壮，但是咧，信用是爱付出代价的。就亲像咱付出代价是啥物？至少伫即马即个时阵，咱加减也有朋友会招咱礼拜早起出去佚佗啦。咱加减拢有一寡活动，咱想讲袂歹啊，但是看时间，哇！我做礼拜煞，无办法付着迄个时间，甚至这用着主日礼拜的时间。但是咱做一个选择，这就是咱的信用个别。耶稣是咱性命的救主，个别咱是耶稣的门徒，咱付出的代价。信用是爱付出代价，但是咱也知影，当耶稣用什么话来鼓励彼得，伊讲：“你有天国的锁匙，你有天国的锁匙。”我想咱得到的是应该是搁较大。咱伫教会内底，教会兄弟姊妹，即款的感情，这是咱伫外口的社团。真正拄袂着即款的感情，即款的互相的关系，伫外口的社团有时阵，咱会感觉真侪话袂当讲，咱会感觉有时阵一寡话讲因无拄拄听有，但是伫教会兄弟姊妹中间，咱频率有较接近，咱互相有较侪的了解。我想。讲牺牲，实际上咱也有得到，就亲像彼得听到耶稣亲嘴甲伊讲：“你有天国的锁匙，咱也是，咱享受着伫地哪像一天。在地如同在天，有人讲伫教会内底，咱是要享受地上天国，地上天国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咱爱起造咱的教会，亲像地上的天国，伫地哪像伫天。我想呐，每一间教会，大家拢有即款的思考，拢有即款的认捌。什么什么是天国？咱会当有信心讲，来，
来阮教会看一下。若到伫即个程度，我想每一间教会应该问题会较少。每一间教会应该大家是抢要来，亲像抢要去即个大名星的演唱会共款。大家是抢讲，我若无较早来会袂无位，我爱坐伫楼顶，咱无楼顶，我爱去排椅啊，我可能爱去即个楼梯口去遐听。若是教会咱起造正对，地上天国，我想嘛，毋是讲咱伫遐思考讲安怎去招人来。是大家抢要来，当然这是真悬的一个目标，真悬的目标。但是，咱爱将这项代志放伫咱的心中。我想自然而然，咱教会安怎行，咱教会安怎运作，会有真大的改变。地上天国，拜一到拜六，咱伫社会中间，咱已经拄着真多，互咱心中影响着咱心情的代志。咱平常时一定拄着真多喜怒哀乐啊！一个礼拜的时间，遮尔宝贵的时间，咱要怎样来起造咱教会？所以。耶稣问伊的门徒：“你讲我是一罪？”即个问题，伊是耶稣是一罪，天父上帝是一罪，圣神是一罪。即个问题，就是咱怎样经验着主耶稣基督，咱怎样伫信仰的中间，咱经历着。上帝甲咱的关系，比着经验到的，耶稣是基督，是永活上帝的囝。其实，人的经验有限，人的经验嘛毋是全面，所以上帝授予咱伊的话伫圣经内底，圣经记载内底，上帝也用无相款的方式。向人来显现，用无共款的方式蒙着咱的性命。诗篇23篇，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诗篇23篇的中间，诗人体会到上帝亲像雇羊的人带领羊群，到伫青翠的草坡、安静的水边。但是，更较重要的，上帝亲像雇羊的人，伫咱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伫咱经历着痛苦、悲伤、困难的时阵，伊也甲咱同在。咱经历着即款的危险、痛苦，上帝甲咱做伙经验，伊陪伴咱做伙来行。来行，伊承担咱的痛苦，承担咱的病痛，承担咱心中的疼痛。诗篇46篇中间，诗人体会到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是咱快乐的来源，是困难的时阵及时的帮衬。这互咱伫困难的中间、危险的中间、惊吓的中间，咱得到激励，因为上帝就是咱的避难所。伫圣经的真侪所在，也互咱知影上帝是全能的主宰，是创造天地的。前几工有地动，咱有亲情朋友伫南部。咱伫台北也感受会到地动非常大，即当阵咱千万莫袂记，
上帝是全能的主宰，这个世界是伊创造，地动也是伊创造的其中之一。咱伫地动的中间，咱搁较爱思考的是，上帝掌管这一切，上帝予即款代志来发生，咱基督徒要安怎来回应？咱至少嘛，还是关心咱伫南部，咱的亲情朋友，咱关心因地动敢有惊着，地动恁遐敢有受到损害？大好玉井教会的牧师，甲迄叫啥物？迄个所在叫做南西教会的牧师，我拢熟悉。阮前后期的，啊，一个是我的同学，一个减我一期，拄啊好，因的教会拢受到损害。可能咱有其他咱南部的亲戚朋友，也是咱熟悉的教会，也伫地动中间有损伤。咱至少会当做的，去安慰一下。咱毋知影上帝会予遮个天灾、自然灾害来发生，但是咱爱思考的是，咱既然诚做基督徒，咱也知影上帝凡事全世界是上帝所创造，上帝予即个代志发生，予咱啥物启示，予咱有啥物使命。咱会当来做，然后伫圣经内底，先知以赛亚也见证弥赛亚是奇妙的魔术，全能的上帝，永远的爸，和平的君。这拢是圣经甲咱讲，就算咱无亲身经历过，但是遮个咱的信仰前辈拢有经验过。互咱会当有信心来回答，上帝是之最，伊是之最。落去遐这耶稣这个名的意思，就是耶和华拯救，耶和华拯救。可能咱伫过去这当中间，咱经历过多，可能咱本来无按算到的代志。可能伫过去这当，咱面对着人生的挑战，大的痛苦，也是身躯的病痛，甚至会互咱人生的计划，规个爱重新计划，规个改变。但是当咱亲像住伫诗歌的中间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这个名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。上帝是拯救咱的，上帝透过真多的人，透过真多的代志，教示咱、引带咱、改变咱、帮助咱。耶稣这个名的中间，当咱喊耶稣耶稣，其实这其中，这就是一款的信仰告白，就是告白耶和华是拯救，上帝是拯救咱的。靠人是有限，但是当咱靠上帝的时阵，咱知影凡事拢有上帝带路，凡事拢有上帝的旨意。这互咱有搁较侪的平安，互咱有搁较侪的信心甲愿望。然后，福音书新约福音书甲咱讲，耶稣就是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上帝甲咱做伙伫咧，上帝甲咱做伙伫咧。所以咧，当咱感觉孤单的时阵，当咱感觉家己的重担真重，你会感觉我承担真多的重担，莫袂记住上帝甲咱同在。咱感觉真重的重担。但是其实，甲咱同在的上帝是承担咱的重担。若无上帝甲咱同在，这个重担会搁较大。
若无上帝甲咱同在，咱早着孤军奋战，然后咧壮烈牺牲啊！所以，弟兄兄姊，咱每一个人也伫日常生活中间，用无共款的方式来经验着上帝。对于咱日常的忍者，咱三顿有够夜，就算食无山珍海味，咱至少有食粗饱。咱经历悲伤的时阵，上帝差派真侪天使来安慰咱。当咱感觉无平安的时阵，咱也有真侪主内兄弟姊妹扶持、鼓励，互咱重新得到平安。伫咱经历痛苦的时阵，上帝差派真侪天使来陪伴咱，这拢是咱会当经验到上帝的方式。咱也伫过去即当中间，我想咱家己行过了后，咱拢有深刻的体会。所以，弟兄兄姊，你讲伊是一水，你讲伊是一水。但讲咱相信上帝是咱生命的主宰，咱就爱有决心，一世人跟对伊。咱爱愿意为伊献出时间，献出才能，甚至若有能力，咱爱献出咱家己的金钱。若是咱有体会到上帝是供给咱的需要的即个主宰，咱体会到上帝是安慰咱的上帝，咱也体会到上帝是咱平安的来源。我想，咱也爱扩大咱所看到、所经验到的，咱也爱立志，互咱四周围的人也通平平得到温暖，得到安慰，得到平安。弟兄兄姊，耶稣问伊门徒的即个问题，耶稣问伊的门徒：你讲我是一水？即个问题的回答是爱咱用行动来回答的问题，就亲像咱所吟的圣诗78首，迄内底所写的，就是咱要怎样，咱要安怎，会当用咱的行动来回应耶稣的即个问题。耶稣问咱：你讲我是一水？咱做伙按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，阮真正感谢主你，你透过圣经来对阮讲话，你爱阮学习圣囝耶稣的门徒彼得，会当经验到上帝你的疼痛甲恩典了后，阮也有信心甲勇气，勇敢来告别阮的信仰。但是主啊，你爱阮也学习彼得，毋是干那用嘴讲，你爱阮学习伊，是爱真正有决心，用行动来军队，用行动来实践，甚至面对着死亡的威胁，犹原勇敢来有信仰的行动来告别阮的信心。主啊，面对着即马社会
充满变化，人的心充满混乱。有时阵，阮面对着不义，阮也会失去信心，阮也会感觉阮欠缺勇气，阮也常常感觉阮家己的气力有限。但是主啊，你透过彼得的行动，阮感谢你，你鼓励阮，就是当阮告别阮对你的信，你也会守护阮你的圣神，来教示阮要安怎来行，也互阮会当伫凡事的中间，阮得到学习。你也互阮得到勇气，来实践你的话。主啊，阮常时也爱承认，阮是有限的人，阮充满无完全。但是主啊，你也透过门徒彼得，互阮知影，彼得的个性原本冲动，彼得的个性有时阵也会思考无完全。但是主啊，你就是呼召无完全的人来跟对你，有你圣神的引带甲栽培，你互阮拢会当伫主你的计划的中间，互阮有阮会当来做的。所以也伫未来的一天，恳求上帝你守护阮圣神的智慧，互阮知影阮啥物是会当做，也守护阮勇气，互阮会当实践你的旨意，也互阮有更较大的耐心，会当顺从着主你的旨意来行。主啊，阮的教会今年40周年，阮也回想着过去信仰前辈所拍拼的，阮对因所做所行，阮通得到学习，也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为着即间奉你的名设立的西湖教会，主啊，阮做伙来起造，会当互阮的教会成做地上天国，互众人来到阮的中间，因为有主你的听的显现，有主你圣神的做工，互众人拢会当感受到你的听，互阮彼此相听；你的听也互阮听别人亲像家己，听厝边，关心着社会，也听惜你所守护阮的台湾。主啊，阮安尼祈祷恳求，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下面咱来应答上帝的话，来吟圣诗第373首。救主耶稣，我立志永远要缀我主，愿你常常敬我主至好朋友。救主若踮我心里，甲歹交战稳赢。救主带我来进前，正路稳当会行。请咱起立来吟圣诗373页。我
请坐。下面咱要来奉献，请李阳执事甲吉南来施献。来金奉献的诗380首。下面我要来报告，请咱先开周报。报告事项：农历的新年伫要来，先预祝大家春节快乐。因为有连续的假期，即礼拜5下3更暂停。第二月到4月插花班，伫个6月15礼拜六上午10点要开课。每一个月上一届，花材的费用是700块。若已经报名，请预留时间，也欢迎兄姐来报名。第三是咱教会年度会员好会定伫2月16日礼拜了后要来举行，请兄姐预留时间来出席。第四，需要探访也是开放，要互人家庭礼拜的兄姐。请甲牧师也是中职讲依例安排。第5下礼拜2月2号主日礼拜的题目是5万的根基，咱的经文启应甲信息金句，咱家己来读。咱来看圣工的事项。即礼拜一招待是文龙兄甲贤宗兄，插花是梁长老，清扫是我本人。后礼拜的讲道是叶牧师，书花是民兵执事，司琴是义杰执事，领唱是余信兄，书献是我本人甲余养执事，招待是燕庆姐甲苏文姐，插花是我本人，清扫是素琴姐。咱来看就安尼，后礼拜查经的祈祷会是停一次哦，吼。过来咱来看本周的金句。耶和华是我的山野，甲我杯中的份额，我所应得着的，你甲我固守。请咱来一起来读2解。耶和华是我的山野，甲我杯中的份额，所应得的，
你甲我保守，也我是我的产业，甲我杯中的分享，我所应得的，你甲我保守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。我所得的，你为我持守。诗篇16篇第5节。下面咱来互相请安。咱来念圣诗第398首。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，天父上帝赏赐大福。听咱亲像今年，听咱亲像今年，听咱起立来吟。咱就爱用咱的行动来回应主耶稣问伊的问答，也是问咱的问题，就是回应耶稣是之罪。愿咱所讲所行，拢会当亲像咱所信的，咱也会当因有信心、有勇气、有平安，互咱伫圣神的引带内面，咱每一日拢会当得到进步，每一日咱拢得到更新的生命。愿主赐福保护恁，愿上帝已经变照恁，让慈悲款待恁，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，守护恁平安。阿门。
拜。